有個大學生畢業之後，決定自己創業，於是佢開咗一間餃子館。但因為第一次做生意，冇經驗、冇名氣、冇流量，開業冇幾耐，生意就開始越來越淡。每日坐喺店裏睇住空蕩蕩嘅座位，佢開始明白，原來會整餃子唔代表會做生意。後來佢開始瘋狂研究互聯網行銷同商業模式，結果佢只用咗一招，竟然令間店爆紅，最後仲賺咗180萬。佢做法其實非常簡單，佢喺部分餃子入面隨機放入大棗、花生、杏仁，之後推出活動。如果食到大棗餡餃子，當餐直接免單；食到花生餡，即刻打8折；食到杏仁餡，送5蚊現金券，下次再用。結果好多客人開始因為好奇心而專程過嚟，因為人性其中一個最大弱點就係鍾意未知感同驚喜感。你會忍唔住諗，今次會唔會中獎？下一粒會唔會有花生？於是食飯開始由填肚變成一場遊戲，但真正厲害嘅地方仲未完。佢之後再揾咗一班美食博主、網紅探店拍片，透過短視頻傳播，間餃子館慢慢變成網紅店。越多人拍片分享，越多人想去打卡。而最重要嘅一步係會員卡，只要食到特別餡料，就可以49蚊辦會員，再送大量飲品優惠。表面睇好似送好多，但實際上真正賺錢嘅唔係餃子，而係現金流。因為當大量客人提前充值，商家手上就會開始累積穩定資金，而有現金流就等於有擴張能力。最後佢成功由一間小店開始走向連鎖經營。其實呢個案例最值得學嘅唔係點樣賣餃子，而係真正會做生意嘅人從來唔止賣產品，而係懂得設計體驗、放大情緒、刺激分享。行銷心理學曾經講過，只要觸碰到人內心嘅興奮點，人就會願意主動消費、主動分享。所以喺而家互聯網時代，流量其實就係生意。當你懂得利用人性、情緒同參與感，即使小生意都有機會做成大品牌。